台语文语钦金雅县收设出个占家方言的话，是咧掌神地主献祭香花果品三星酒咧，服务奖金下降花园。今仔咱就是厝会要甲王爷先请出来，然后甲咱的子爷先来先甲整理好吼，然后再搁甲王爷请来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也是一个仪式。今天我们这些仪式都咱的北港人吼，大家真重视啦，所以真慎重吼。的那个样态再展现出来，好，把北港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古镇的风华，借由古乐的一个发扬再度来展现。入火安坐嘛，就没有听过出火，就是神明因为古迹要大修要大解构，所以没办法，就神明就是要请来祭在朝天宫1年架灯，然后等到明年，就是等到完成后，我们就把神明再请回去这样子。先贤就会寄放在墓里面这样子。我们也顺便动工这样子才能做一个完整的礼俗和科仪，也祈求修复过程顺利圆满成功这样。这些彩绘，包括这一个寿梁、八仙彩绘都会留下来，然后会把整个原貌把它保留下来，重新把它加强。